新竹南寮漁港的德豐魚市呢，今年初才完工，今嘛才拄開放2個月爾，就傳出定跳電的情形，或者做生意的頭殼是安尼冒咧燒。尤其一個海產呢是誠需要冷凍，安尼跳電落去，恐驚這損失是會誠大的。咱啊直銷中心是來解說講，主要就是因為有一寡頭家呢接唔到電，唔才會出現這款的狀況，目前已經排除啊。活跳跳的蝦啊，要上青的魚，這些海產攏需要用電來保持鮮度。新竹南寮漁港的德豐魚市，即馬所有攤商反映講，因為定定跳電也是停電，唔那造成做生意無方便，嘛驚海產會歹去。突然電不夠，然後就跳掉了，對吧？後來一下好像有弄好。有聽說好像是那時候做的時候，餐廳那邊的電沒有算在裡面啊。所以兩邊一起開就跳掉了，嚴重影響到攤商生計，那更是讓新竹漁會相當無奈，要求市政府應該盡速的跟台電協商，安排施工的期程，趕快來解決這個提供穩定供電。過年前才拄啟用的德豐魚市，即馬因為跳電的關係，造成攤商甲民眾的無方便。直銷中心主任解說講，主要是因為魚市拄開幕，有攤商無說你接唔到電，目前已經排除狀況。有一些業者去誤接到消額設備，變成超估量，超量超過，所以造成那一次跳電。那台電也是很積極，馬上幫我們處理。現在目前測試了3-4天，電壓都很急。議員指出，攤商真無簡單，魚市開業，嘛真歡喜，總算會當做生意。現場大部分的海產攏是需要冷凍，佮加上假日遊客多，用電大，呼籲市府一定要注重用電的問題。記者杜文和新竹報道。